只係寫512句金句，癌症不是絕症。任何疾病嘅成因咧都係多元複雜嘅，可能有環境啦、有污染啦、有食物中毒啦、有遺傳啦、輻射啊，好多因素嘅。同時咧，越嚟越多醫學研究咧就發現情緒同埋信念咧都會影響我哋嘅身心健康嘅。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講幾個喺癌症上面都幾著名嘅一啲嘅研究。1989年啦，史丹福大學嘅精神科醫生 David Spergel 咧，佢就做咗一個 research 咧，就係揾咗86位已經擴散咗嘅乳癌病友，佢就分開兩組，一組咧就有一個 supportive expressive group， 一個情緒支援組，每個禮拜一次，為期1年。事後就發現咧，有參加嘅情緒支援組嘅平均存活期係36.6個月，而冇參加朋友咧只係得18.9個月。相差係93% 嘅。咁呢個另一個研究啦，就係2023年啦，就喺個 Nature Human Behavior 嘅期刊裏面公佈嘅，就綜合分析咗220萬人，就發現持續長期社交孤立嘅人咧，癌症死亡嘅風險係增加24%。所以大家唔好睇小情緒啊、關係啊、溝通嘅重要性。而去到1975年啦，呢個好幾十年前啦嚇，英國醫生啊，呢個 Stephen Greer 同埋呢個 Leslie Morris 咧，就追蹤咗69位乳癌嘅病友，追蹤咧達到5年嘅，就發現咧好積極、好正向嘅人咧，5年後咧有80% 仍然存活喎，而相反好灰啊、無助、沮喪、絕望嘅朋友，5年之後仍然存活咧，只係得22%，相差好幾倍。因此去到1985年咧，就呢個 Lydia Termosok 咧就提出咗 Type C personality 啊，就係話發現咧，佢特別做好多 cancer 嘅研究咧，就發現 cancer patient 即係癌症病友咧比較多咧係有抑壓憤怒啦、過度順從啦、討好啦、將壓力內化啦，於是咧嗰啲病毒入侵啊，亦都削弱咗個免疫系統，容易病變嘅嚇。嗱，當然個唔係怪責啲病友，亦都唔係話一個因果關係，只係講緊一個 correlation， 一個相關性喺裏邊。所以後來另一位好著名嘅腫瘤科醫生啊 Douglas Brody 就喺2003年咧就提出 cancer personality 癌症性格。佢咧就同樣啦，佢就發覺咧容易有癌症嘅人咧唔係衰人喎，相反調翻轉係大好人，過度討好、過度順從，容易委屈自己咧，容易影響壓力荷爾蒙同埋免疫系統嘅病變。咁佢哋都提倡 integrative medicine 嘅，就係多元綜合嘅療愈。而去到2009年啦，台灣著名嘅許添勝醫生咧就出咗本好出名嘅書，就叫《癌症不是絕症》。佢就話細胞病變咧，其實唔係嚟懲罰我哋，癌症係一個好美麗嘅愛嘅生命信號，提醒緊我哋咧，可能我哋嘅生活作息、我哋嘅情緒模式、溝通模式、關係模式、信念模式需要去改寫，需要去調整。好榮幸啊！我哋就請到呢位許添勝醫生咧，會同我哋講一個 talk，就係講呢一個題目啦，就係慢性病點解會病變，個真正嘅心因係啲乜嘢？大家有興趣咁可以參加，並且咧仲有我哋又揾咗香港好權威嘅一位 breast cancer 嘅藍榮德博士咧，都同我哋去教授啊，同我哋講一個 talk 嘅。大家有興趣可以參加我哋8月1開始嘅身心症情緒解碼，而且優惠期咧最後3日啊，咁因為即係8月1就開始㗎啦，咁希望到時見到你，衷心祝福大家。